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。今日我會喺呢本《字字有意思》呢本書入邊抽一個題目分享俾你哋聽。一，再少一點就沒有了，再多一點就不是自己，像地平線劃開了天和地，像海平面劃開了天和海，就這麼短短一劃，便劃開了有和無，便在天地之間留下了，永永遠遠都不會消失，最少卻最有力量的開始。係咪大家都覺得呢個字好有趣呢？下次見，拜拜。